性价嘛是拢安尼做。因为呢，咱不记得吼，我性价内面的迄个三思，会当离记，佫会当离离啦。哦，所以甲伊讲，先生先佛在这三期，这是过去世无的啊。即期咱大多判断是咱，哦，咱这个树林花这今仔日咱到有这机会，哦，迄会当互咱因方便法，就是这三思啊，吼。所以甲伊讲，热水饮酒甜，这地书期不修大事。哦，今咱咧修行过程当中，当然拢毋是安尼一路足平顺的啊。但是咱袂使讲哦，热水饮酒甜这地嘛，你拄着逆境的时阵，你毋进行，甚至你搁退转，那安尼就无使啊。哦，所以讲即期有遮尔啊好诶，咱也无要把握，要搁参加代志。哦，即期是上最好修行的好时机啊！啊，咱若搁无要把握，一个搁等较当时呢。哦，所以有这因缘，就是看咱安怎去去创这奇迹啊。所以白水老人就是咱的韩老前人嘛。哦，伊是已经成为迄个白水圣地啊。白水老人咱韩老前人，伊已经成为迄个白水圣地哦。所以伊讲了一句，伊讲你毋办道，将来袂当上道；有缘无分嘛，袂当见；有病连带，有现七祖嘛，袂当将根。伊来伊的祖师教人间规量偌岁，嘛无你一个。哦，这个讲，咱今仔有缘拄着道，哦，降世呢，咱今仔搁无要把握，所以伊讲你毋办道，将来咱无法度修道，嘛无缘，搁无分，这是属于无缘，搁无分哦。哦，所以咱若甲这第二步呢，甲提调，伊讲你若会当办道，将来你会当成道，搁有缘，将来搁有分。哦，将来搁会当证九品连带，甚至咱的九现七祖嘛会当占光。伊来伊的祖师教人间规量外后大会，嘛有你的一份呢。哦，啊你若毋修，就无你的一份；啊你若要修呢，将来才拢有一个份。哦，人讲何乐而不为呢？这个做生意的人讲，这稳当袂了的啦吼。啊你若毋修唔办，这损失的是咱家己哦吼。所以就讲各有无分别，哦，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决定你要做任何代志啊。所以咱有这因缘，好好啊把握。尤其咱这生死的代志，嘛是爱咱家己去决定啦吼。咱也看过去的那皇帝，伊去求道呢，你看，伊咧求道呢，当时迄个光亮将军的对治伊的身躯比去的时阵，那伊看到咱迄个皇帝咧求道，伊的过程是经过安尼拉杂，所以伊心内就生起不平呢。伊就想讲好啊，这皇帝今仔要来拜师，啊你竟然安尼甲伊吼，安尼拉杂安尼甲伊做诶，所以过当工呢，去带迄倒野就要去杀这个广成主伊个寺院的老板，吼。那么去到迄个寺院呢，就看到迄个广成主呢，带领伊的弟子呢，拢伫咧山骹咧甲伊饮食。那么伊就感觉足奇怪，伊就甲问讲，为何好啉啊？吼，伊讲我就是广成主啊，今仔日带领着这个我的弟子来遮，我就是咧迎接将军啊。那这个光亮将军就讲啊，长皇帝来，你都无用这大礼，为什么我今仔日是啥物身份？你竟然规个寺院的迄个民众呢，拢出来遮，哦，为咧遮伫遮咧加入，算讲伫遮咧等安尼啊吼。光亮迄个广成主就来讲啊，本王闻到拍生死参求一起倒阳落啊，将军你来去杀伊，命在你手当救你啊，吼。当呢，皇帝来就是咧问道，就是咧了解着这生死啊，吼。所以呢，今仔将军你来就无共款啊，你今仔来就是要害我当然命伫你的手，我就爱救你啊。啊，呢，因为迄个皇帝来就是要求道啊，就是要了解着阳君老伊的手头，所以伊就是爱来救我，这都无共款意思啊，吼。啊，今仔将军你来就是要害我当然就是。爱来救你啊，哦。那么这
竟然将军的吼，伊就知影讲伊安尼唔对啊吼，所以伊就甲问讲，哦，皇帝的名伫送的手头，啊，我的名搁伫送的手头。那即个讲清楚就来讲啊，皇帝的名就是伫我的手头，啊，你的名就是伫咧杨文龙的手头。哦，啊，伊听着了后，伊就知影，伊人伊就觉醒啊，伊知影讲，今仔日咧，因为有道爱经过书的指点嘛，哦，啊，所以。皇帝的名，因为伊有求道，人伊就会当了解生死。啊，我今仔日无求道，哦，当然我的名就是咧严我的手头，哦，所以呢，伊讲，当伊这时阵，人伊嘛就开悟，伊讲，伊愿意嘛是咧拜伊为师啊，哦，啊，所以咧拜伊为师，当然迄个讲清楚咧，就带伊当来咧有事啊。等伊有事了后，那么伊就讲清楚，人伊就离开有事啊济啊。哦，啊，这竟然将军的就对啦，到这个墓地的迄个所在呢，那么伊就是一家钱，啊一家底，哦，然后伊就问迄个讲清楚讲，我是咧进还是咧地？讲清楚才甲伊讲啊，你进就是天堂，地就是地狱，哦，所以这时阵的人伊就已经体会着啦，哦，所以人伊就已经忏悔，知影伊安尼唔对啊，所以甲做了这段诗句来讲啊。施主为做罪智慧啊，有书忏悔去慈悲，愿写一生剑嘛是万劫地交出国。哦，所以讲过去的人要求道，伊会当为我文夫呢。伊知影唔对呢，人甘愿用性命来吼，伊先着伊的性命。哦，所以讲伊知影伊已经唔对啊，有书忏悔去慈悲啊。哦，所以伊今仔日安尼伊。愿写一生剑嘛是伊都家己自刎嘛，哦，然后就是讲有书家迄个会当家己超度安尼，然后咱讲清楚看伊已经迄个家己自刎了，到迄个生理，那么为超度嘛，哦，这互咱了解讲过去的人是迄个知影讲迄个生死大事，所以人呢吼会当讲依着咱家己。这宽病就是讲有无宽病，你家己有迄个主张，你知影要安怎做啊吼？为着要求了这朝圣了事大道，愿写我的性命，安尼人伊嘛甘愿啊吼。这叫做为我无苦嘛，哦，所以圣文才甲伊讲啊，这种好好是离天的主张，诽谤亲友是人主张，立心行都是我主张，有这写字，有这字写这实字啊吼。这种好好，当然就是上帝的主张嘛。有当时人讲好好，上天自有安排啦。这咱无法度好做主啊。哦，甚至诽谤亲主，若是若讲随附人的心灵后，要甲咱诽谤，也是要甲伊学了，这嘛记载人，咱嘛无法度去共做主张嘛。但是要立心行道是我主张，我家己会当做主意啊。哦，那么你会当做主意，你会当求这个字写，这是字。哦，看你是咧得还是咧写，要放弃还是要继续？像咱求道了后，会当互咱达到朝圣了事。咱若继续参与呢，当然咱将来会当成道。啊，你若要放弃呢，将来就是落道有你的份啊。这拢无法度人甲咱做主张啊。哦，所以甲咱讲，有道毋是将生死大事交互神女，生死大事是由咱家己去了。哦。因咱今仔求道，耶稣甲咱报一条明路，只有要行毋行，迄嘛在你家己主张啊。哦，这就是讲，都有无权利，家己你会当把握着你的迄个生死。哦，所以讲师傅因入门，那修行看咱个人，看咱要修毋修，看咱要修毋修啊吼。所以佮讲骹步动积极，哦，都骹步动积极。今仔求道到了后，咱知影讲吼，生死吼，拢是伫咱家己的手头吼。啊，咱就是讲，一定爱道行讲道立定嘛。啊，若无你看像古的菩萨讲啊，是你过命以事业，如小水以事有福乐，大众当去精进，如救头人单量无常心奉献。哦，时间一天要过，咱的生命哦，咱的生命啊，讲有100担，就亲像迄日去共款。一工你若一张，你若100迄个100年过呢，吼，那么这日子就是了
了了。所以呢，菩萨看到咱众生，就是那亲像水伫水底鱼啊共款，水底鱼啊吼，伊个水呢一工一工在减少，咱拢看会到哦。咱嘛是替即只鱼啊咧紧张哦。菩萨嘛是共款啊，菩萨看咱众生。这人世间安尼袂歹，一天一天一定会失去啊，但是咱拢袂紧张啊，所以甲伊讲来，叫咱亲像水底鱼啊，自由无路，所以来讲快乐是足短暂的，足紧的啊，所以菩萨讲讲的，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人，亲像咧救头门道火共款，咱搁直接袂歹啊，心会放电嘛。因为咱讲的功夫上，啥物时阵要来，咱拢唔知影，所以咱来看这个影片。水片。OK。咱在就是安尼，咱还佫有啥物讲的？你看，未来结束呢？你看，伊个拄则伊办个拢是水灾吼。安尼咱讲个水灾，咱敢有可能发生讲安尼遐尔严重？你看迄大个小安尼建来，规个咱嘛拢去想袂到啊吼。那么咱知影讲，咱敢知影讲？咱即摆地球一直暖化吼，未来迄个北极啊啦，迄个一个冰啊融去吼，咱遮讲原来会做水灾呢？到未来要安怎，真正咱拢毋知影吼。所以咱前头拢甲咱看咱讲危机结束遐尔啊济，甲咱就是爱赶紧来修行啊，就毋通搁在遮疲乱啊吼。所以过去个代志甲伊讲。无乱他乡望故乡，快世景家己滋养。无代家本传书信，再行修行以待己啊！袂无乱他乡望故乡，这就是他乡。人世间就是，咱亲像暂时来佚佗的，毋通袂记咱了搁有一个故家乡啊！时间到，咱嘛是爱赶紧转去。那么转去呢，伊讲，咱爱赶紧，紧
紧甲爱避诛念，这诛念就是啥物？当然就是功德啊，吼、啊，迄个飞机还未到呢，咱爱赶紧准备着这诛念。就咱亲像咱即摆身体健康啊，咱有道夫呢，咱爱道参夫，道行功道了缘，这就是咧对避咱的迄个诛念咧，讲着爱准备这个课呢。茫等到时烟滚传出时的时阵，你已经想要收用已经拢收完啊。哦，即摆会行会走，咱会当来学堂道行功道了缘，会做咱就尽量来甲做。哦，啊嘛讲到时的时间到，咱讲要来收，容易就收啦。所以来讲，咱莫做四等人、四等人吼，我遮点拍钱，拢袂，等于讲要甲拍落，结果拢袂记吼。不要当四种等人啦吼。就是讲等人联络，当然肯定，咱心情好，咱有时间的。收银若搁安尼等人联络啊吼，伊是咱想有一个人才，咱敢要等人联络？伊是就是爱自动嘛，因为已经诶，咱迄个班表咱就拢已经，伫咧年头就拢已经分互人啊。时间到，咱就是爱留啊注意吼。啊，若有道亲，咱就是爱到叫道亲，安尼，茫搁等人联络，你咧等人联络，表示你还阁是道亲诶，吼。咱还阁咧做人客啊。咱今仔日咱来学堂，咱就是爱做主人，咱嘛阁做人客，吼，咱叫暂时诶名，安尼做主人。因为咱就是爱关心着咱的道，吼，嘛毋免着搁一日食安尼，搁安尼时间到搁安尼联络，吼，咱嘛是讲咱会当后一分钟安尼，吼，若搁功德就爱靠咱家己去发扬呢，嘛等人联络，搁等人肯定，咱爱自我去肯定啊，因为伫道场遮呢，毋是讲着爱等人肯定，咱着自认咱家己，吼，我着做啥，我着去甲做，吼。免搁等人来肯定，等人肯定的有当时啊，你的机会就拢失去啊。啊嘛讲，等我心情好，搁等有时间的，吼。那安尼表示咱拢无心息啦。即个心息的人，伊就是道夫的工课，那亲像我的工课，我会当真人者有需要，咱会当参与，咱会当斗叫道亲，倒好保持咱的道场啊吼。这才是咱应该，一个真人者应该做的工课，嘛搁等。做这四等人啦吼，所以圣人来讲，要求先天之大道，若无天命不可得，若无法身不健全，若无行功大利做，哪能超度众生？哦，要求先天之大道，这就是爱有天命啊！啊无大点文书嘛毋敢大胆讲，我将道传互你，吼，会当互你地府拄命天堂挂号。所以讲，因为天命，所以呢，点文书伫咧道场咧办道，伊才会当办道传啦。哦，所以咱看道义迄天命伊的属性嘛吼，你像咱迄个点文书，伊原来拢会当，因为进前迄个我点文书拢会出国去咧传道，那伊拢会去内底人点道啊，啊有一届，因为咱拢伫咧在咱一些佛堂遐咧讲啊，就是伫遐咧讲，咱嘛点文书伊就是讲，伊一届吼就是去迄个智女本传寺咧上课，伊啊因人请伊去迄落去点道，啊去的时阵呢，就看一个老菩萨呢，迄老菩萨奇怪呢，伊啊在一直哭安尼啦吼，啊在哭袂停安尼，啊我做即拢伫遐咧甲安尼，拢无作用做。即马就来请示咱点文书讲，啊这是要哪办啊？因为这就紧，这老菩萨啊一直哭安尼，那么当然咱点文书人伊的经验嘛较济啊，因为伫咧外口看真济啊，哦，所以就讲你家叫来，哦，然后伊就甲叫来向点文书养大嘛吼，啊这来的迄老菩萨呢，就按坐面啊变安尼啦吼，点文书就知影讲这毋对呀，就甲问讲。啊，咱是何方的神性啊？吼，即摆迄个老菩萨就讲是牛啦吼，就是讲牛安尼。咱点文书就知影讲啊，这应该是牛灵，应该是神安尼啦，吼。那么点文书伊嘛有甲伊讲安尼，甲伊讲，咱知做牛啊足辛苦啦，人讲有食做，啊无食做啦吼。啊，但是你今仔日呢，有诶伊诶身躯呢吼，嘛是无啥物作用。你若毋互伊会当知道，然后呢，互伊用这功德来回向互伊。人讲
晚上过几时香嘛吼，所以讲你着互伊会当收音学道，然后从地公庙来回向互伊，安尼才有效啊。无你共款吼，虽然你扶持个身躯，互伊袂当求道，对你嘛无啥物好处啊。等下孙安尼甲讲啊，竟然这老菩萨竟然着怎安尼安详落来，就搁好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天命伊个尊贵呢，你看若无天命不可得呢，那种等下孙若无得天命，嘛毋敢大胆讲要从道传互伊吼。所以讲咱会当得到这大道，但是咱若无发心嘛是无变出来。修行遮尔啊好，会当互咱达到超生了事，咱竟然毋发心吼。咱无要参与修办道，那安尼嘛表示讲咱嘛是咱个心嘛无够健全啊。所以讲，若无有讲大德做，哪能超度佛祖者？咱来知影呢，今仔日修道毋是咱个人命呢，所以讲一主成修道呢，有限即做真公明；一主若成道，有限即做真超生呢。所以咱来了解，今仔日修道伊个迄个事情啊，这毋是咱人。凊彩讲的了所以弘一法师伊讲的，讲一个人英理，那么伊生命就是一种责任，所以嘛甲伊讲，真理这件事，知的人就是爱负责任嘛，知就是爱讲，唔知的人知，所以你看像咱个周真人共款啊，你看伊英理了后，伊个生命就是一种责任，你看伊安尼伊虽然讲身体拢有病，但是只要你若要讲甲伊讲道理就真听，伊共款无甲伊提示的啦。到摆着道真，伊就讲道理伊听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明理的人。今仔咱若有明理的人，你当然就是袂当掂掂啊这咱就是一种责任嘛咱有这责任，将这真理搁甲用出去所以搁借着圣文来讲，世间本是政府本是世人修，世间如云无有理，因此记点当天桥，一直受用咱讲的身份本来是世间人修的身份伊是生来就是成身份啦，伊嘛是由咱人去修成的所以讲恁世间若亲像云的咱亲像云共款，袂当久留嘛。咱人一世人，若是你俗话上久嘛是100冬啊，时间到共款就是爱走所以讲今仔日上秘书已经传导互咱咱点开咱的通天桥，所以咱今仔日爱赶紧来修行，嘛搁伫无比修行搁即条路搁较好啦所以呢，伊是简单的所以咱就讲一个结论啦讲千年地球规划于测绘普渡在人云，奉劝善信三基主，看伊所修上天今仔日呢，咱讲的千年的地球规划，搁咱算还搁会当看到但是要错过这普渡的因缘呢，你搁拄着呢，这会使讲非常困难所以先讲奉劝善信三基主，咱这期培养期，第3期培养期，咱这修主爱赶紧来修，将来才会当回转咱的时间这就是互咱拄着三做普渡的好因缘，咱哪会使无把握的咱嘛呢，咱最后呢就依着一首歌看先做个诗呢，咱看伊做个事呢，看拢做有迄个伊的迄个工作
是是是是。这神都感做的吼，咱这期的内容咱就好多好运的，互咱拄着，了话咱就是爱好好把吼，赶紧会当天讲了完嘛吼。所以神都甲伊讲啊，你若咱讲一旦离课啦吼，三落空，一想离做呢，三成功吼。咱大家敢想讲等要靠啥呢？当然你到尾啊，你就有所得啊。咱两个吼，一想离做三成功。只要遮尔啊好运的，互咱拄着吼，毋通干那去，要等啥物时阵才来收，那安尼将来有上到的时阵呢，咱煞拢无当得着啥吼。你若一想离做，到尾就成功啊，咱就拢人人都有机会嘛吼。所以讲好多三做好运的，互咱遮尔啊好运的，互咱拄着来，咱来好好啊把握，会当照着因讲了完的，将来咱会当手牵手，回转咱的国家用嘛吼。因为时间也到啊，学校呢报告到遮，当然就是有所不足啊，因为学校也是非常的欠缺啊吼。所以若讲了有对的所在，甲靠问咱教师，咱领呢比其咱最真的当得到包容体检啦吼。那么伫遮就有咱属于当一个身体健康、生活拢有当如意，谢谢大家。大家请起。感谢讲师慈悲，玄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咱在此以前的将中分享所知慈悲之传，搁再落来是咱唱歌感觉和唱新歌的时间。现在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讲师。